一個470尺嘅單位，竟然有90幾個電掣位可以做到出嚟？冇錯，今日我就帶大家嚟到西貢安盈苑呢個單位睇一睇。成間屋嘅裝修由智能家電、家私，加埋大件嘅瓷磚同埋唔少細位嘅工藝，其實都係圍繞一個概念嘅啫。先決定生活，再落手做工，將凌亂藏於設計內，將智能正正融入家中。嗱，一入到屋咧，就已經見到全屋嘅智能燈飾㗎啦。咁只要預先 setting 好咧，之後就撳一個掣，已經可以調晒所有屋嘅光暗㗎啦。跟住我哋去睇睇個客廳嘅電視櫃啊。咁客廳電視櫃咧就刻意就將佢離地掛牆咁安裝啦。咁可以將啲電線收納晒喺個櫃後邊之餘咧，咁亦都美觀嘅。最好嘅咧就係佢有用個清潔機械人咧，咁就可以啱啱 fit 到個位俾佢平時自己去清潔嗰個櫃底位置。好啦，咁間屋咧，另外值得一提嘅咧，就係佢地腳線個選料咧，咁佢刻意就用咗隻矮身2寸高嘅木腳線，咁整體嚟講咧，成間屋咧就更加利落同埋有時代感嘅。去到廚房啦，最搶眼嘅地方咧就係用咗大件嘅瓷磚，咁大件嘅瓷磚咧可以令到盡量無縫嘅感覺，可以做到最靚。咁但係咧，大件嘅瓷磚咧，永遠都有一個問題嘅，就係個平整度係唔係咁夠嘅，所以咧要鋪得靚咧，就要好靠師傅嘅手工啦。廚房另外一個細心嘅位置值得一提嘅咧，就係戶主一早已經諗定晒煮飯嘅位置啦、焗爐嘅位置啦，咁所以佢牆身咧就盡量唔會見到有其他插蘇嘅，咁而有其他可能電飯煲嘅位置，佢一擺咗電飯煲落去咧，亦都唔會見到啲電線打晒交叉。兩間睡房都用咗靜音嘅電動升降床，咁就唔需要用力氣撳一個掣就已經可以升降噶啦。咁而床頭燈嗰度咧就用咗氛圍燈啦，咁可以隨住當日個心情咧去調光暗。咁去到大衣櫃入邊咧，只要打開個櫃門，就已經有感應燈可以自動會開燈，方便到我哋揾衫噶啦。洗手間咧就用咗智能馬桶，再配搭埋天花嘅暖燈咧，喺冬天嚟講用起上嚟就有暖粒粒嘅感覺啦。咁戶主咧佢特別喜好一個木製暗藏嘅廁支架，咁我哋安裝嘅時候咧都特別辛苦嘅，我哋要先佢打穿幅牆，去揾木工同埋泥水師傅一齊去合作去做好呢件嘢，個收口先至會靚嘅。嗱，其實戶主咧就預先諗好晒所有電視啦、影音啦，同埋所有電器嘅擺位嘅。咁之後咧，佢就交俾師傅，咁師傅咧就將呢啲電掣位做到分毫不差。咁咧喺佢屋企嗰啲櫃入邊嘅儲物空間咧，亦都足夠啦，亦都唔會外露到電線。最終咧就可以做到智能家居同埋設計工藝可以並存啦。